喂，大家好，歡迎一齊嚟食一食今日嘅財經花生。今日我會睇下啲錢嘅流向，有人帶住成副身家走，有人就瘋狂借錢去追夢，亦都有人為咗撲水，諗埋啲踩界嘅招數。香港嘅經濟環境就好似坐過山車咁，時不時俾你一個驚喜或者係驚嚇。首先，我哋睇下啲人係咪真係留到不留人。根據積金局最新公布嘅數據，今年第三季以永久離港為理由提早攞翻強積金嘅申請有6900宗，總共拎走咗16.6億。呢個數字按季嚟睇係升咗差唔多8%，但如果同舊年同期比，又跌咗9%。咁即係點？究竟係走嘅人多咗定少咗？真係蝕定惡嘅移民潮。不過16億聽落好多，但擺翻喺成個強積金超過1.5萬億嘅大水塘入邊，其實又好似九牛一毛。當然啦，呢啲只係官方數字，究竟有幾多人係永久離港之後又永久回港，我哋就唔知啦。有人就選擇帶錢走，但另一邊想有啲巨企就係咁燒錢，仲要係借人哋啲錢嚟燒。講緊嘅就係美國嗰幾間科技巨頭為個 A 夢 Meta、Google、甲骨文、亞馬遜，由9月到而家夾埋發咗接近900億美金嘅債券。你冇聽錯，係900億美金。佢哋傳統上不嬲都係用自己賺到嘅錢去做投資，現金流多到用唔晒。但今次為咗起 A 數據中心，竟然要走去債券市場撲水，可想而知個投資有幾巨大。有分析師估計，到2027年 A 相關嘅資本開支可能會激增到超過600億美金。呢場 A 軍備賽就好似一場世紀大賭局，賭注越嚟越大，市場已經開始擔心咁多債券湧出嚟，會唔會供過於求，最終爆煲？我哋呢啲花生友就睇下呢個 A 泡沫會吹到幾大。講完外國嘅科網巨頭，我哋返嚟香港睇下一間本地餐飲龍頭嘅消息。一個時代嘅終結，總係令人惋惜。太興集團嘅創辦人燒味教父陳永安先生喺日前與世長齊，享年66歲。相信好多香港人都食過太興燒味，由1989年西灣河一間小店發展到今日橫跨中港澳嘅餐飲王國。陳生嘅奮鬥史絕對係香港精神嘅寫照。佢嘅離世對成個餐飲業都係一個重大損失。不過太興集團嘅根基睇落都幾穩陣，即使喺而家消費市道咁疲弱嘅情況下，集團上半年嘅純利竟然可以大增2.8倍，毛利率仲高達73%，真係唔簡單。而佢個仔陳家強亦都已經喺公司做執行董事，相信可以順利接棒帶領集團繼續向前。一個成功嘅企業家離世固然可惜，但佢建立嘅王國依然穩固。不過唔係個個都咁穩陣，當你手頭緊嘅時候，可以去到幾盡呢？我哋睇埋最後一單新聞。根據彭博報道，內地一啲地方政府融資平台，即係所謂嘅 FGFV， 為咗喺香港成功發債，竟然踩鋼線，違規向投資者提供台底回佣。咩叫 FGFV？ 簡單嚟講，就係地方政府用嚟借錢起基建嘅影子公司。因為內地監管收緊，加上賣地收入大減，呢啲平台嘅資金鏈非常緊張，錢唔夠使，就要諗啲創意方法啦。喺香港發債，表面上個息率可能唔係特別吸引，但佢哋就靜靜雞俾翻啲回佣你，務求氹你落搭。呢種做法風險極高，一來唔合規，二來亦都反映咗呢啲平台嘅財政狀況有幾咁水深火熱。投資者如果貪圖嗰少少回佣，隨時可能連個本都蝕埋。所以話高回報背後往往都係高風險。大家投資真係要打醒12分精神。今日花生仔就講到呢度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支持我哋。唔好意思留言分享你對今日邊單新聞最有睇法，或者想我哋下一集講啲乜。下次再見。